大家好，10月6號星期日當晚，有緊接沙田入馬嘅法國凱旋門大賽嘅海外賽事，分別有8場轉播賽事，頭場夜晚7點55分開跑。今期會有4場賽事同大家睇睇。先嚟揀咗第2場1級賽，1400米草地尚盧利加迪大賽，報紙出嘅簽文係30簽。傾國傾城未把身，貴妃自入。今期本地賽事都解過，而解就係一啲好靚好驚豔嘅事物，可以迷倒眾生。先選3號遍地金。眾所周知，世人其中一個煩惱就係為咗錢，為咗錢去奔馳，希望有錢令到自己或者屋企人有更好嘅生活。另外，今期嘅本地賽事都解過。世人迷倒嘅一樣嘢就係賽馬運動，所以7號嘅馬提斯咧應該都係合適嘅。我嘅解讀就係357。下一場會睇第3場1級賽1000米草地龍上教堂大賽，簽文係第4簽。條初只見喺鹽前，董永預先喺度簽文第一句，條初只見喺鹽前。喺字揀字都係選翻呢隻9號嘅調酒源流。記得上一次嘅海外賽事簽文都係呢一支第4簽啊，結果就係9號調酒源流都喺杜遠欣嘅胯下咧跑到 win。今場先照跟呢個方法去解呢隻馬先。簽文講到主角董永因為父親嘅死冇錢就去問人借錢安排父親嘅身後事，但因為冇錢償還，只好以身作則上山斬柴。上天見到佢咁孝心呢，就安排仙女下凡為婚。呢樣我會解做呢個11號嘅馬卡盧娃。卡字我會拆解為由上而下，仙女由天上下凡為婚，而娃字呢亦都係個解女性嘅，所以我會理解為11號呢隻馬卡盧娃。另外啱先講到主角董永上山斬柴，因為攰咗之後就瞓覺啦，醒翻就見到仙女。董永起初都係唔相信嘅，驚佢係妖精。呢度我攞翻一個相反嘅意思，所以解14號呢隻堅信，即係確信佢真係仙女嚟嘅。所以第3場1級賽1000米草地龍上教堂大賽，解讀就係9、11、14。再睇下一場第4場1級賽2400米草地凱旋門大賽，簽文係74簽。回憶當年文節時，朱買臣婚妻。講到朱買臣婚妻故事，先解8號呢隻文采侯婦。當中婦字就解婦人，即係為已婚嘅女性。朱買臣妻子因為當時運滯就決定唔同佢一齊。呢個咪正正就係只係想共富貴而唔想共患難咯。所以真命天子其實係應該另有其人，要揾一個既可以共患難又可以共富貴嘅人。所以會理解做10號呢係真命新帝。最後睇翻簽文呢一句啊，回憶當年運節時，令我諗起跑馬嘅時候，大家有冇記憶由新嗰啲1點幾會跑唔到邊，甚至係前4都唔入嘅馬呢？我會解呢隻4號嘅班霸實力，明明係左場最有實力，肯定係 sure win 噶啦，但係最終都係冇運而贏到。今場第4場1級賽2400米草地，凱旋17號山巔，解嘅正正就係嶺南山上尋梅嘅際遇。另外簽文嶺南初放一枝梅。馬浩然尋梅之後，將梅花花瓣放入酒中一飲，又點可以唔選呢隻18號鴻運佳釀？佳釀就係好酒，意思其實都幾明顯。最後馬浩然尋梅花喺騎路人嘅帶領之下，最終都揾到。咁我理解呢，就係呢個非常難得嘅一個機會啊！終於都俾佢揾到梅花。2號簽咗一回，1000年先有俾一次機會。當然相當難得啊！所以第7場1300米草地第一班樣賽，解讀就係2、17、18。
今期10月6號星期日嘅法國凱旋門大賽呢，就分享到呢度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